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能量站嘅阿波。今次想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咧，就係藍度瑪嘅光子精油嘅黑色成就心精油。咁黑色成就心精油咧，個主要嘅功能咧就係幫我哋去呢個排走呢個業力啊，同埋咧係負責排呢個好深層嘅一啲唔好嘅能量喺身體裏邊。咁同一時間咧，佢係隸屬於我哋脈輪系統裏邊嘅海底輪。咁所以咧，佢可以同呢個盤骨啊、性器官啊、下肢有關嘅問題咧，都可以負責去調整呢個嘅能量。咁咧，有咩人或者咩時間合適使用呢個黑色成就心精油咧？咁首先第一講咗先，就係咧，因為咧黑色成就心精油咧係排一啲好深層嘅能量同埋業力啦。咁所以咧都好建議，如果要使用黑色成就心咧，之前嗰一個禮拜咧都最好先搽咗心之氣先。咁當然你已經使用開心之氣一排就唔緊要噶啦，可以繼續使用呢個黑色成就心精油。咁樣咧，有咩情況會合適去使用？例如你容易盤骨痛啊、腰痛啊、腳痛、膝頭哥痛咧，都好合適去使用呢個黑色成就心嘅精油。咁第二啦，就係你覺得你人生啊好多情況都好唔順水啊，咁咧如果你係呢一類型嘅人咧，都好合適去使用呢個黑色成就心嘅精油。因為可能呢個都係同我哋嘅深層嘅唔好嘅能量，或者業力積聚喺身體有關嘅。咁第三咧就係同我哋原生家庭嘅問題有關咧。你譬如覺得可能好多原生家庭嘅問題要處理喎，咁都好合適去使用嘅。因為好多時呢一個都同因為業力會有一定嘅關係。好，咁樣啦，咁係點樣搽咧？可以搽喺我哋嘅手指尾。手掌裏邊手指尾搽到落去指甲嘅縫位，係啦。另外嗰邊都係手指尾搽上去，搽到去指甲嘅縫位，係啦。第二啦，可以搽邊度咧？就係我哋又係啦，我哋個尾龍骨啊，成個尾龍骨同埋個腰都可以搽嘅，係啦。因為咧，其實手指尾同埋尾龍骨嘅位置咧，都係我哋比較多深層嘅負能量或者業力積聚嘅地方嚟嘅，所以咧建議你哋是但搽是但一個地方啦，兩個其中一個。好，咁跟住啦，最後要提一提大家，正如頭先所講，黑色成就心係一個深層排放嘅精油咧，所以呢個咧我建議真係啦，頭一個星期咧要搽咧喺戶外嘅地方搽，係啦，就最好唔好喺屋企搽。咁樣啦，咁你搽完啦，我當而家你喺運動場搽完咯喎，搽完嘅時候咧，其實你都可以咧選擇咁樣，好似我而家咁揈手啊，等嗰啲能量咧散喺我哋嗰個空氣流通嘅地方，等佢散好晒先。咁可能啦，搽完幾分鐘之後，做完埋呢個運動咧，先選擇去返屋企或者室內嘅地方啦。